凡係背叛婚姻嘅男人，晚年都注定走唔甩呢3種報應，因果輪迴，邊個都避唔到。呢句說話一出，好多男人心底肯定冷笑緊。你可能覺得呢啲只不過係女人受咗情傷之後嘅惡毒稍奏，甚至個腦入面即刻浮現出幾個喺出面花天酒地老咗，依然揸住靚車嘅所謂成功人士。如果你覺得出軌只係一場只要我有錢，只要我瞓得好就可以全身而退嘅刺激遊戲，咁你就大錯特錯啦。人生係一場極之漫長嘅馬拉松，命運真正嘅清算單從來唔會喺你30-40歲年富力強嗰陣交到你手。真正嘅報應好多時要等到你60歲之後，等到你體力衰退，社會資源耗盡，對家庭依賴度直線上升嗰陣，先至會極其殘酷咁砸落你個頭度。今日呢條片，我要同你計一條關於晚年保命嘅死數。唔理你而家係喺婚姻邊緣試探緊，定係已經俾外面嘅花花世界迷暈咗，請你務必耐心啲，一字不漏咁睇晒呢期內容。呢樣嘢絕對救到你晚年條命。好多男人背叛婚姻嗰陣，心入面都有一個極之幼稚嘅撲撲心態，覺得只要自己掩飾得夠好，冇俾老婆當場捉到把柄，呢個家就依然完整，你嘅生活就唔會受到任何實質影響。你以為出軌只係你喺漫長枯燥嘅婚姻生活入面俾自己開嘅一扇透氣嘅細窗，你覺得呢啲係攞便宜，但你根本唔知道，由你決定背叛婚姻，由你喺出邊同第二個女人發生實質關係嗰1秒鐘開始，你人生嘅根基就已經俾你自己親手挖開咗一個巨大嘅缺口。你以為你昏天過海，其實你屋企嘅氣場早就已經鐵底亂晒。呢度就帶出背叛婚姻嘅男人晚年注定要面對嘅第一種極之慘烈嘅報應，正財富嘅鐵底焚毀，亦即係你晚年生活質素嘅斷崖式暴跌。我哋順住人性嘅真實反應一路推演落去，你喺出邊揾到新鮮感，你得到咗刺激，當你推開家門返到屋企嗰陣，你嘅心理狀態係會出現劇烈變化嘅。最初你可能會因為內疚，對老婆好少少，但呢種內疚感極之短暫，時間一耐，為咗合理化你喺出邊嘅背叛行為，為咗間隙你內心嘅道德罪惡感，你嘅潛意識會開始發晒，咁喺你老婆身上揾缺點，你會開始覺得佢點解咁唔修邊幅，覺得佢講嘢點解咁長氣，覺得佢煮嘅餸點解咁難食。你不單止唔會感恩佢每日為呢個家操持嘅辛苦，你反而會開始對佢作出各種挑剔、唔耐煩，甚至冷暴力。你其實係透過忽低佢嚟暗示你自己，係因為佢唔夠好，所以我先至喺出邊揾第二個，我冇錯。你以為你嘅呢啲心理活動，老婆唔知咩女人嘅直覺係極之可怕嘅。就算佢冇去塞你部電話，就算佢冇睇到任何開房記錄，只要你一踏入家門，只要你同佢對望一眼，佢就會敏感咁感應到你身上嗰種極之陌生甚至帶住敵意嘅氣場。當佢感受到你嘅冷漠同挑剔嗰陣，呢個家嘅溫度就會瞬間跌到冰點。喺環境心理學同我哋常講嘅人際氣場入面，老婆就係呢個家嘅水，水就係財。一個家庭嘅安寧溫馨，係一個男人喺出邊打拼事業最強大嘅後盾同能量補給站。而家你親手將呢口井整污糟咗，將呢個後盾打碎晒，你老婆可能為咗仔女冇選擇即刻同你離婚，但佢個心已經死咗，佢唔再關心你返工攰唔攰，唔再關心你身體好唔好，佢開始將你當成一個搭伙過日子嘅室友，甚至係一部提款機。你哋屋企唔會再有歡聲笑語，空氣入面充滿咗防備、猜忌同壓抑。呢種氣場嘅混亂會直接投射到你嘅事業同財運上面。你喺出邊要花大量嘅金錢去維繫，嗰個第三者要買禮物、要開房、要製造浪漫，呢本身已經係你正財嘅嚴重流失。更可怕嘅係你嘅精力耗損，你需要每日跟盡腦汁去講大話、去圓鬆、去記清楚自己同邊個講過乜，驚死兩邊穿煲。你嘅大腦長期處於呢種高度緊張同分裂嘅狀態，你仲有幾多心思可以真正專注喺你嘅事業上？你仲有幾多敏銳度去判斷生意場上嘅風險？
人喺心虛同精力散絕嘅時候，係最易作出錯誤決策嘅。你會發現出軌之後，你嘅工作開始頻頻出錯，你嘅客戶開始流失，你嘅投資莫名其妙咁失錢。好多人將呢啲歸咎於大環境唔好或者運氣太差，其實根本就唔係。呢個就係你家宅不寧導致嘅必然結果。你將屋企嘅根基毀咗，你嘅心神就散咗，你嘅財運自然就跟住散。等到你踏入晚年，到咗60歲、70歲，你後生嗰陣引以為傲嘅體力同精力徹底衰退，賺快錢嘅能力大幅下降。呢個時候，你再望下你個銀行戶口，你會發現你呢一世賺嘅錢，一大半都喺你後生嗰陣嗰啲荒唐嘅拉扯入面消耗殆盡。你原本可以安安穩穩用嚟養老嘅積蓄，早就俾嗰啲露水紅顏掏空晒。你手頭上冇錢，屋企又好似一個冰窖咁，你晚年嘅生活質素點可能唔撲亮？呢個就係你親手種落嘅第一粒苦果。你破壞咗婚姻嘅契約，最終反噬嘅就係你生存嘅物質基礎。如果你覺得錢冇咗都仲可以將就過，咁接下來要講嘅第二種報應，先至係真正可以將你晚年嘅尊嚴徹底打碎嘅致命一擊。就係親情嘅鐵底斷流，你嘅仔女將會成為你晚年最冷酷嘅法官。好多男人出軌嗰陣，腦入面有一個極之自私而且禁錮嘅念頭，佢覺得我雖然對唔住我老婆，但我對啲仔女仲係好好噶。我俾仔女交昂貴嘅學費，買名牌波鞋俾佢哋，我只要唔喺仔女面前同第二個女人講電話，仔女就乜都唔知。我喺仔女心入面依然係一個偉大嘅積超魚。如果你真係咁樣諗，咁我只可以話你太低估人性嘅感知力，亦都太唔了解你嘅仔女。仔女係呢個屋企最靈敏嘅雷達，佢哋唔需要睇到嗰啲確信嘅證據，佢哋只需要透過觀察你同你老婆嘅相處模式，就可以清清楚楚知道呢個家到底發生咗咩事。當你夜晚揾藉口唔返屋企食飯嗰陣，當你拎住手機匿喺露台壓低把聲講語音嗰陣，當你因為一啲小事就對住你老婆大聲呼喝嗰陣，你嘅仔女就企喺門後面或者坐喺梳化度，將呢一切盡收眼底。佢哋睇到咗夏後旭喺深夜默默流眼淚，睇到咗夏後旭日益憔悴嘅臉龐，睇到咗呢個家由充滿歡笑變成死氣沉沉。喺呢一刻，你喺仔女心目中嗰個高大可靠偉大嘅積挑魚形象就已經勒然倒塌。你以為你隱婚得好好，其實喺仔女嘅潛意識入面，你已經變成一個極之自私、極之虛偽、冇晒責任感嘅背叛者。你背叛嘅唔單止係佢哋嘅夏後旭，你係喺度摧毀佢哋對家庭安全感嘅全部信仰。呢種破壞係極之深遠嘅，但喺佢哋細個嗰陣，佢哋冇能力反抗你，因為佢哋仲需要靠你提供生活費，仲需要喺呢個屋企生存，所以佢哋可能會選擇沉默，甚至喺你面前依然表現得乖巧聽話。但係呢個絕對唔代表佢哋圓攬咗你呢，係一種極之隱蔽嘅延遲嘅審判。佢哋將對你嘅鄙視同怨恨深深咁埋喺心入面，時間一日一日咁過。我哋將時間線拉長到20-30年之後，當你老咗，當你行唔到路，當你需要揸住拐杖，甚至需要攤喺床度等人嚟服侍你嗰陣，你嘅仔女已經成家立室，有咗佢哋自己嘅生活。呢個時候命運嘅審判就真正降臨。你需要人帶你去睇醫生，你需要人幫你端屎端尿，你渴望兒孫繞膝嗰種天倫之樂，你滿懷期待咁打電話俾你嘅仔女，希望佢哋可以多啲嚟探你。但你得到嘅永遠係冷冰冰嘅回應。佢哋會話俾你知，佢哋做嘢好忙，佢哋要教仔女做功課，佢哋實在抽唔到時間。就算佢哋礙於法律嘅規定同社會嘅道德，每個月按時過數俾你一筆贓養費，或者夾錢送你入去一間條件就算唔錯嘅老人院，但係只要你仔細去感受，你就會發現佢哋對你嘅照顧入面只有冰冷嘅責任同義務，冇一絲一毫嘅溫情同愛意。佢哋嚟探你嗰陣，唔會同你坐低一齊傾下家常，唔會關心咁問你尋晚瞓得好唔好，唔會帶住笑臉聽你回憶過後嘅嘢。
佢哋就好似完成一樣枯燥嘅工作咁，放低買嚟嘅生果，客客氣氣咁講幾句說話，然後即刻揾藉口離開。嗰個閂門離去嘅背影，就係對你呢半世人所作所為最殘忍嘅判決。你攤喺老人院嘅床上，或者攤喺空熟破嘅屋企，望住天花板，你心入面會感到一種前所未有嘅極之深重嘅孤獨。你突然明白，你雖然有親生骨肉，但你喺呢個世界上其實已經係一個孤家寡人。你後生嗰陣為咗出面嗰啲逢場作戲，親手扼斷咗血脈入面最寶貴嘅敬畏同親情，你將本該屬於你老婆嘅愛同陪伴收返去，你嘅仔女而家就用同樣冷酷嘅方式，將對你嘅愛同陪伴徹底收返去。呢啲就叫做因果報應，絲毫不差。你種落自私同背叛嘅因，晚年就只能硬食被親情徹底拋棄嘅苦果。接落嚟我哋講第三種報應，亦即係所有出軌男人晚年面對嘅最真實亦係最慘嘅結局，被利益博弈徹底拋棄，喺病榻前睇透人性嘅極度冷酷。好多男人喺出邊揾第三者嗰陣，好多時會被一種極之虛假嘅繁榮迷惑。嗰個後生靚女嘅女人成日對你百依百順，讚你成熟穩重，讚你有魅力，成日都可以提供極高嘅情緒價值俾你。你喺佢嗰度感覺自己重新返到20歲，感覺自己好似一個無所不能嘅國王。你甚至會天真咁以為你喺呢個女人身上揾到咗真正嘅愛情，揾到咗你呢世人嘅靈魂伴侶。如果你真係咁樣諗，咁簡直係可笑到極。我哋要將人性呢層靚靚嘅畫皮搣落嚟，睇下裏面到底裝住啲乜。你要極之清醒咁問自己一個問題：佢氹你乜嘢？氹你年紀大，氹你肚腩大，定係氹你唔沖涼瞓覺打鼻鼾？根本唔係佢氹嘅，係你手頭上掌握嘅社會資源，係你袋入面嘅真金白銀，係你可以提供俾佢嗰種遠遠超出佢自身能力嘅物質生活。你哋之間嘅呢段關係，本質上就係一場極之精準、極之冷血嘅資源置換。你用你本該留俾糟糠妻兒嘅錢財、時間同心力，去換取咗佢短暫嘅青春肉體嘅歡愉同虛假嘅情緒價值。呢啲根本唔係咩感天動地嘅真愛，呢啲就係一場明碼實價嘅利益博弈。既然係利益博弈，咁就一定會有交易終止嘅。一日隨住時間嘅推移，你無可避免地會衰老。當你60歲、70歲嗰陣，你嘅賺錢能力大幅下降，你嘅社會地位開始邊緣化，你手頭上可以支配嘅財富越嚟越少。更可怕嘅係，你身體各項機能開始全面衰退，你開始頻頻生病，開始離唔開各種藥物，甚至有一日你突然腦中風或者心臟病發，徹底攤喺床度喐唔到。到咗呢個階段，你喺嗰個第三者嘅眼入面就已經徹底冇咗利用價值。你由一部可以無限谷錢嘅 ATM 機，變成一個需要人幫你把屎把尿散發住老人噏味嘅巨大包袱。你覺得一個當初就係衝住你啲錢同資源嚟嘅女人，會喺呢個時候留低服侍你呢個毫無價值嘅糟老頭咩？答案係絕對冇可能。人性嘅現實會喺此刻展現得淋漓盡致。嗰個曾經同你海誓山盟、口口聲聲話只愛你個人唔貪你錢嘅女人，走得一定快過任何人。佢會剪走你身上最後一啲值錢嘅嘢，迅速切斷同你嘅所有聯繫，頭也不回咁去揾佢下一個事物。你連佢嘅一片三角都捉唔住，而呢個時候你仲可以指望邊個？你只能厚住面皮去祈求嗰個曾經俾你百般嫌棄、俾你傷到體無完膚嘅原配妻子。現實生活入面有好多呢類慘劇，有啲原配妻子為咗仔女，或者出於自己極之善良嘅本性，喺法律同道義嘅促使下，可能仲會攞住一碗粥，企喺你病床前面，幫你抹下身宰，為你食一啖飯。但係如果你咁仔細去望佢對眼，你會發現佢眼入面早已冇咗當年嗰種光芒，冇咗半點對你嘅心疼同愛意。佢望住你就好似望住一個毫不相干嘅陌生人，甚至好似望住一個極之厭惡嘅仇人。佢照顧你僅僅係因為佢跨唔過自己心入面嗰條道德底線，僅僅係因為佢仲喺度盡緊一個人道主義嘅責任。你哋之間
再都冇咗任何靈魂嘅交流。你攤喺嗰張冰冷嘅病床上，身上插住各式各樣嘅喉管，連翻個身都需要人幫手。你回想自己呢一世後生嗰陣，自以為風流倜儻，以為自己掌控晒一切。你為咗嗰啲轉瞬即逝嘅虛假快感，將嗰個陪你白手興家、為你生兒育女、真心實意對待你嘅女人傷到透晒，將你本該溫馨和睦，可以作為晚年避風港嘅屋企，拆到七零八落。到咗而家，你身邊雖然企住人，但你心底比任何人都清楚，呢個世界上已經冇任何一個人係真心實意咁在乎你嘅死活。你喺佢哋眼入面，只係一個隨時可以被拋棄嘅婦女。嗰種深入骨髓嘅倫良，嗰種明明身邊有人卻感覺自己被成個世界遺棄嘅極致孤獨，先至係呢個世間最殘酷嘅通罰。呢個就係你當初唔尊重婚姻契約，為咗滿足一己私索而必須付出嘅終極代價。你買到咗短暫嘅歡愉，卻買斷咗你晚年所有嘅尊嚴同保障。呢個就係你呢世人做過最撲底嘅死局。我哋將呢三種報應綜合嚟睇，你會發現因果報應真係唔係咩天降雷劈，更加唔係咩迷信傳說，佢係建立喺極之嚴密嘅人性邏輯同資源守恆定律之上嘅必然結果。一個人嘅一生精力、情感同財富都係有定數嘅婚姻，就係兩個人將各自嘅資源整合喺一齊，形成一個抵撲未來風險嘅利益共同體同情感避風港。你後生嗰陣違背咗呢個共同體嘅契約，將資源偷偷輸送咗去出邊，你以為你攞咗便宜，其實你係喺度瘋狂咁透支你自己晚年嘅安全買值。你毀咗老婆對你嘅愛，你就失去咗晚年最體貼最無私嘅照顧。你毀咗仔女對你嘅敬仰，你就失去咗晚年最堅實嘅依靠。你將錢拍咗喺出邊嘅虛情假意上面，你就失去咗晚年抵鎖疾病同意外嘅物質基礎。當呢一切嘅低空喺你晚年集中爆發嘅時候，你攞咩去抵擋？你根本擋唔住，你只能眼白白望住自己嘅晚年生活，好似雪崩咁，摧枯拉朽咁走向毀滅。所以收埋你嗰啲可笑嘅貪念同盲目嘅自信。呢個世界上從來冇白攞嘅便宜。你今日喺出邊透支嘅每一分快感，都係喺度瘋狂變賣你晚年嘅尊嚴同救命錢。一個男人呢一世最偉大嘅投資，絕對唔係賺咗幾多錢，而係喺你老咗病咗行唔到嘅時候，身邊仲可以有一個願意真心實意握住你隻手，陪你行埋最後一程嘅女人。呢個先至係你晚年真正嘅護身符。如果你睇完呢期片已經幡然醒悟，請你而家即刻馬上喺評論區打出善待枕邊人呢5個字。記住，呢樣唔單止係一條簡單嘅評論，呢個係你時刻提醒自己，千祈唔好為咗出邊嘅殘羹冷飯，親手打爛自己屋企用嚟保命嘅嗰個金飯碗。最後將呢條片轉發俾你身邊需要被敲醒嘅人，一定要記得幫我點個讚，訂閱我個頻道，跟住我幫你避開人生同婚姻入面嘅所有大坑。我哋下期繼續講大實話。